我覺得咧好係未夠嘅，因為大家係要馬年馬上好，一帆風順。俾掌聲你哋每一位，恭喜眼聲。醒獅點睛，富貴浮榮，風調雨順，步步高升。簪花掛紅，生意興隆，鴻圖大展，馬到成功。祝大家恭喜發財，馬運亨通！先好多謝關懷力量咧喺觀塘舉辦呢個盆菜宴俾我哋嘅街坊可以參與。關懷力量係一個好新嘅團體，去咧為我哋嘅街坊咧去有提供唔同嘅關懷。大家一齊咧為我哋社區做多啲合作同貢獻啊，令到我哋咧係不分相見，都可以咧喺無障礙嘅環境一齊咧開開心心，繼續有一個支援我哋基層社區，無論係傷健嘅，無論係基層嘅朋友，有錢出錢，有心出心，有力出力，令到我哋成個香港社會更加有愛。雖然關懷力量係短短6年，但係我相信關懷力量做嘅工作真係非常之廣泛啊！我哋有長者服務啦，我哋傷健人士嘅服務啦，又有小朋友嘅教育啦，在好多元化，同埋嗰個區域好廣泛。咁其實咧今日個活動咧，咁係關懷力量6週年生日啦。咁啊，其實我哋又叫做半個主角咁樣啦。其實仲有半邊嘅主角係邊個咧？就係我哋台下邊嘅受惠嘅朋友啦、長者啦，係咪？特殊學習需要兒童啦，同埋一啲輪椅朋友等等啦。咁啊，好多謝你哋今日嚟啦，同埋支持。我哋識個 hello 好唔好啊 ？Hello， 後面嘅朋友大家好。希望可以我哋搞多啲類似嘅活動，多啲贊助單位贊助我哋，政府多啲支持我哋去做呢類嘅工作。等到我哋嘅服務日益咁擴大，可以服務多啲市民同埋長者。香港關懷力量同喺社區咧，我哋可以貼地啲、用心啲去貢獻個社會，貢獻個人群，真正真係幫到有需要嘅人，先係我哋要做嘅嘢。一齊唱生日歌，恭祝你福壽與天齊，慶賀你生辰快樂，年年都有今日，歲歲都有今朝，恭喜你，恭喜你！我哋請楊伯伯一齊呢個切蛋糕儀式。如東海，壽比南山，身體健康，事事如意。